乡亲啊，咱甲这个时间又转来今仔日早起，随着这个米塔风台愈来愈靠近台湾，中央气象局嘛甲风力的预测来提悬。结果花莲县长徐正伟伫早起的7点半紧急来宣布花莲县停班停课，但是有袂少的家长才拄啊甲囡仔送到学校，转去到厝，就要搁随西翻头走一抓甲囡仔接转来，大概是真火大。 话要骂死，也毋过学生囡仔听到毋免上课，是痛甲安尼噗噗跳。早时7点半，花莲县政府向阳宣布停班停课，小朋友欢喜啊，伫教室内面跳起来，毋过大人火气真大。对啊，刚刚才送孩子来，现在又要来接，才刚送过来，然后才看到说怎么要带小朋友回去。 露天家长撞来撞去，袂少怨言。为学校直接甲学生拢集中伫传灯，希望会当加快大家转去厝的速度。什么名字？江丽云。几年几分？5爱江丽云。我高年级会到后门哦。临时宣布放假，花莲县长讲是根据中央气象局的数据所做决定。依据中央气象局7点的家报，这个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，我们现在已经及时的宣布。因为米塔风台风力预报修正，才会改变。秀林乡嘉明村已经出现着灾情，因为风大，路树拢倒来，嘛扭断电线，电力中断。目前台电的人员已经来处理，希望赶紧让供电恢复正常。